加強競爭力系列，多一件武器，多一分優勢。生日會員出席及簽單分析。系統會根據每月生日會員嘅出席人數、簽單數目及簽單金額，按分店、會員累積消費組別及顧問作出分析。按分店查看生日會員分析，可以喺會員、生日會員出席及簽單分析、分店選取生日月份及指定分店後，按更新查看分析。分析報告會按分店列出生日月份總會員人數、生日會員當中沒有出席或出席嘅人數及百分比、出席人數中沒有簽單嘅人數同埋百分比。根據簽單金額顯示有出席及簽單嘅人數，當中包括沒有換領及已換領禮品嘅人數及百分比。報告仲會顯示平均發票及總金額。有權限嘅用戶可以列印或匯出分析報告。用戶按總會員人數可以查看會員詳情，按沒有出席或出席嘅會員人數可以查看會員詳情、出席當日完成嘅護理及簽單記錄。系統會顯示發票金額為零嘅記錄。零簽單亦都指該發票嘅付款金額唔會計算為付款。系統仲會顯示用戶自定合資格金額嘅簽單。有簽單嘅會員當中包括沒有換領及已換領禮品嘅人數及百分比。按出席合資格金額會員人數查看會員詳情、出席當日完成護理、簽單記錄及換領禮品。按金額查看會員詳情、出席當日完成護理及簽單記錄。平均發票係由大個等於合資格發票付款金額除以合資格發票出席嚟到去計算。總金額係大個等於合資格發票付款金額嘅總值。按消費查看生日會員分析，可以喺會員、生日會員出席及簽單分析、消費、更改生日月份及指定分店後，用戶可以設定消費組別。系統會根據會員累積消費安排消費組別進行分析，按新增消費組別，按組別名稱修改組別。有權限嘅用戶可以列印或者係匯出分析報告。按顧問查看生日會員分析，可以喺會員、生日會員出席及簽單分析、顧問更改生日月份查看分店及顧問後，按更新查看顧問當月生日會員分析。有權限嘅使用者可以列印或者係匯出分析報告。設定生日會員消費及簽單分析項目，可以喺會員、生日會員出席及簽單分析設定。用戶可以剔選需要顯示嘅項目，可以選取系統計算百分比嘅方法，設定合資格簽單付款金額，設定付款方法作為已付嘅金額。按設定剔選符合作為付款方法嘅方格，設定禮品項目及分析編號會被顯示。設定項目為禮品，可以喺總檔選取項目性質，於選取項目按編輯，勾選項目為生日禮品，按確定儲存。此外，我哋亦都可以設定分析編號為禮品，可以喺總檔一般設定分析，勾選項目為生日禮品。既然每個月都要同時追生日單、
點解唔揾 AI 拼幫手追呢？WhatsApp 我哋啦。